花莲玉里安通温泉也可浸卡池，伊哦是无开发许可，嘛无水权，也有袂少民众来伫咧这几天来非法占用，所以公所决定讲4月开始要来断电。天气冷叽叽，浸伫安通温泉野客的户外浸卡池，真正是一大享受。也毋过，即马乡公所因为考虑水权一直申请袂过，佮加上有民众非法占用，所以会伫4月初1起关起来，互爱浸温泉的民众怨叹可笑。大家都很反对啦，大自然的东西毁掉真的很可惜啦，因为等于说，像他们这里在地的原住民，他们每天都来泡啊，对身体好啊。这又没有什么危害、什么危险性，我觉得很可惜啊。公所表示，1991年设置的3座浸卡池属于高滩地，因为有一半伫香水区内。伫2005年温泉法上路了后，开发许可甲水权就一直申请袂过，为着避免防行政处分，才会决定4月初1起断电。可评估屯边也是拆除设施的可行性。第一个，因为这个池子现在不但是违法的供电，第二个。池子是违法的建筑，第3个违反了温泉法水量管制以及合法抽取的这些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占据这边长期使用的这些民众，却把人家民众来把人家赶，然后谩骂，产生了很多外地游客投诉到县政府。店长强调，3座经济的浸卡池屯平了后，未来会伫合法的河川流域设置新的温泉池，利用本泉带动温泉进入池内，避免因为有使用电力莫大，刷受温泉法规限制，也提醒占用民众，伪造文书、乱打广告等行为拢是违法，公所绝对会依法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